舉案齊眉，白頭到老。世人對夫妻關係有好多美好嘅祝願，呢個係世間最親密嘅關係，應該係互相扶持、親密無間。但係事情呢，就並唔係人們想象中咁美好嘅，總有啲夫妻係爭吵不斷，甚至乎大打出手，甚至乎鬧上法庭。我哋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，就係夫妻之間新婚夫妻搞到上法庭嘅案件。之前分享嘅都係單獨一個人嘅八字，我哋今次會分析夫妻雙方嘅八字。咁我哋睇八字先啦。老公係乾造、癸巳、甲子、丁酉、丁未，日元丁火，生於寒冬，殺黃透天，又有呢個財星助殺，好明顯係氣勢不凡。好彩呢，就有比劫幫身暖局，甲木先至方便寒冬。殺印傷身，假殺生權，貴氣好明顯。呢就係呢個神暗藏失位，非但冇呢個制殺之功，反而係生財助殺，引伏咗財年愛恨糾纏，不忍離去之局。佢老公並唔係行事果斷嘅人，你刀唔夠快就斬斷亂麻，徒增弊端。不過配置都尚屬中和，顯示係一個正直良善、光明磊落嘅人。然而去到咗庚申年、辛酉年，都係財年，財之生殺，命局頓失平衡。七殺就以財為後援，步步逼近。庚申年辛巳合化水，劫財化官殺，都係因為呢個癸水蓋頭，受害見官。辛酉年巳酉合，酉金牽制咗比劫巳火，又助長呢個官殺之威，我稱之為佢係助殺欺劫。想同我拉關係，但又拉攏人哋嚟欺凌我。庚辛金就氣焰囂張，欲襲擊呢個甲木正印。好彩係有丁火比劫反擊，有癸水理法引發，可謂就係保衛周密，終於都係可以化險平移。講完丈夫，我哋而家嚟講妻子嘅坤造：丙辛、己亥、壬午、癸卯，日元壬水，月行得木。又有呢個癸水劫財同埋辛金正印相助，自身係唔弱嘅，又有財星通根，傷官暗生，已經見到呢個負命嘅跡象。己土混合呢個壬水，想要抵定中流，可以講係不自量力。仲要財星嚟幫佢，個夫星勢弱，仍需要我去幫助佢，好明顯就係夫弱妻強嘅格局。個妻子喺戊午年、己未年，其實都已經有戀情，拍緊拖，最後去到咗談婚論嫁嘅階段，但可惜最後都係冇結果。庚申年、辛酉年同而家呢個老公拍拖，感情唔係好牢固，草草結婚，都係因為呢個母命難違。壬戌年丁未月，舊情復現。辛酉年夫妻間嘅官司，其實都唔係佢本來嘅意思嚟。喺長談呢個夫妻間嘅官司之前，我想講一個小插曲。個老公喺庚申年嘅金秋，因為受到朋友連累，惹上一啲同政府之間嘅麻煩。我哋先回顧一下老公嘅八字啊：癸巳、甲子、丁酉、丁未。喺呢個庚申年辛巳月，個老公參加一個公開活動嘅時候，認識咗一個朋友。佢大家交換咗聯繫方式，後嚟有過幾次來往，逐漸又引為知己好友。雙方開始有一啲財物嘅資借。到咗甲申月，流年辛金啟動，合住巳火，巳火化為壬水，攻擊日主。有一日，嗰個人向呢個丈夫借機車嚟用，個丈夫冇諗到乜嘢就借咗俾佢，但係過咗幾日之後，俾警方傳喚，要求佢協助調查一宗搶劫案。原來嗰個人借部機車去係去打劫嘅，好快就俾警察拉咗啦。警察調查發現呢個疑犯所揸嘅部機車係登記喺丈夫名下，於是乎傳喚咗佢老公，要求佢作出一啲情況說明。呢個就係典型嘅交友不慎，唔交損友。我講呢個例子呢，係為咗講明庚申年個老公嘅喜用係受傷嘅，巳火劫財被辛金合住，化為壬水攻擊日主。到咗第二年辛酉年壬辰月，壬水重傷丁火，同時又合住丁火。
命局係一片寒凍，濕木難以燃丁火，於是乎呢個寒氣就從外侵入，帶嚟咗官符。但你要注意啊，雖然去到咗庚辛酉年，但係庚辛年嘅辛金仍然係行緊嘅。辛金要去到辛酉年嘅夏天，遇到巳火或者午火先至會終止。咁睇翻妻子呢一邊啊，我哋回顧下八字先啦。坤造丙辛己亥壬午癸卯，好明顯呢個印星出現。辛酉年辛卯月，辛金啟動，合住丙火偏財，丙火就化為壬水。個父母問佢借錢，同樣都係化為壬水。個老公嘅巳火化為壬水係官殺，係攻擊日主嘅。個妻子嘅丙火化為壬水就係破財。前面有講啊，庚辛年嘅辛金呢個時候仍然間走緊嘅，辛金攻擊咗妻子卯木，個妻子傷官受制，有苦講不出，心情非常之苦悶。由此可見啊，對老公嘅起訴並唔係佢嘅本意，係受到父母嘅壓力。壬戌年壬寅月，壬水啟動，丙火熄滅。個妻子沮喪到極點，但係佢冇發癲，佢都冇自尋短見。後尾日元身旺，前面有講啊，個妻子喺戊午年己未年已經有戀情，只識嘅係開花就冇結果，後嚟先遇到而家嘅丈夫。丈夫係丁火，妻子係壬水。壬水喺時干癸水嘅支援之下就五元神服，於是乎丁壬合係唔快，係壬水克制呢個丁火，係陰勝陽。而睇翻夫妻嘅夫妻宮，妻子嘅午火克制咗丈夫嘅酉金，同樣都係陰勝陽，都係女方佔上風。如果係夾份做生意，咁肯定係唔會長久嘅。而家佢哋兩個係夫妻，咁就要睇雙方大運流年嘅緣分啦。再睇翻雙方個性啊，個丈夫係冇傷官嘅，係得呢個食神，仲係藏喺地支，天干又見呢個正印壓制食神，好明顯係一個內向、溫和保守、凡事忍讓嘅個性。而妻子呢，傷官在地，但係冇受到有效嘅克制。呢個梟神辛金雖然講佢可以克制卯木，但係佢上邊有丙火克制，隔離又有呢個亥水化解，好難講佢有真正限制到卯木。個妻子喺屋企嘅時候，喺親近嘅人身邊嘅時候，脾氣非常之剛硬，任何事唔理有冇道理都好，都要爭個輸贏。喺出邊佢就唔係啦，因為丙火偏財生咗呢個己土正官，緊鄰日元咁克制佢，所以個妻子出外嘅時候係識得約束自己，係會收斂自己嘅脾氣，所以佢外面緣分係幾好嘅。雙方好明顯係陰勝陽，係女強男弱嘅個性。之所以可以行到婚姻呢一步咧，係緣分，係因為流年由月起咗變化嘅緣故。呢一次呢，我哋要推演到具體嘅某一個流日，睇下雙方嘅八字嘅氣啊點樣隨住流月流日而變化。辛酉年辛卯月，辛金啟動合住呢個丙火，呢個前面有講啊。呢個時候己土呼星係已經失去咗丙火嘅援助，氣勢有所減弱。個妻子嘅夫妻宮嘅丙火被亥水所克，同樣都係氣勢告弱。卯土雙官顯示出嚟嘅犀利言行同霸氣，本來就冇得制嘅。今次喺丙火發出嚟嘅壬水幫助下，更加係變本加厲，己土呼星就更加冇辦法阻擋。而老公嘅個性前面有講啦，佢個性溫和嘅。辛卯月辛金就唔係當月開始嘅，而喺上一個月庚寅月月尾呢個辛巳日就啟動啦。丙戌日丙火克去辛金，辛金暫時終止。注意啊，呢個時候丙辛係合而不快啊。於是乎，我前面講嘅情形就俾人一掃而空。己土呼星喺呢個流日丙火嘅撐腰下，氣勢壯大。於是乎，佢哋結婚啦。婚期就呢一日，辛酉年辛卯月丙戌日。婚後第二日係丁亥日，仲可以相安無事。話晒呢個丁火仲可以克制呢個辛金，阻止丙辛合。但係過咗丁亥日呢，夫妻間就開始吵交，甚至乎有喐手嘅情形。
個妻子本身係唔同意呢單婚事，純粹係父母之命難違。婚後嘅更演日同之後嘅日子，佢妻子成日返外家，有外家人嘅撐腰助陣。跟住落嚟，壬辰月，壬水再次傷害丙火，己土呼星幾乎係孤立無援。個妻子喺外家人嘅唆擺下，居然去到法院誣告丈夫家暴佢。佢仲喺法院嘅門口追打自己嘅老公，好彩呢就被法警拉走。圍觀嘅群眾都話呢個女仔好惡，好惡。辛酉年丙申月丁酉月，丙丁火暫時終止呢個流年辛金，注意即係暫時終止啊！辛金流年嘅特殊性會喺年底嘅辛丑月繼續走，不過暫時終止咗辛金。個妻子嘅丙火可以復活，同流月嘅丙火丁火一齊支援呼星己土，而且流月嘅辛金酉金克制咗妻子嘅傷官妄目。個妻子氣勢受阻，法理之爭就節節敗退。前面有講啊，佢係誣告嘅，法庭上就梗係憎人唔過啦。台灣話晒都係法治之區，但係五行呢就係金生水，水克火。個妻子此時仲係有優勢，佢靠使錢消災。呢外來嘅辛金酉金，名理上就係妻子嘅長輩，亦即係佢家婆同埋其他嘅長輩。個妻子係使錢消災啊，個老公就係官司纏身。好彩呢，就係個老公個性溫和，乃呢個心軟嘅人，好自然就會原諒佢老婆。至於反告呢個係冇可能嘅。前面有講啊，個妻子係受到老公個媽媽嘅壓制，即係佢家婆，所以就喺官司上面節節敗退。具體呢，就係佢家婆出庭做證，證明夫妻之間係冇家庭暴力嘅。咁你嘅老婆又實在係攞唔出咩實質證據，而由老公嘅八字睇嚟呢，就完全靠呢個甲木正印呢個艱難支撐嘅。甲木呢個位置得當，咁啱就擋喺日元同官殺之間，化解殺威。庚申年辛酉年金要克木，想斷咗丈夫日元嘅生路，就咁啱得咁巧，癸水子水保護咗呢個甲木，又有呢個巳火反擊。雖然話呢個時候濕木難以生火，但係甲木已經係老公唯一嘅救命稻草啦。辛酉年丁酉月，流年酉金啟動，合住巳火。呢個時候嘅情形呢，就同庚申年之間嘅辛金合住巳火嘅情形差唔多，就唔再多講啦。不過由酉金克制咗妻子嘅妄目傷官呢一點嚟睇呢，個妻子對丈夫嘅咄咄逼人並唔係出於自願，綜合分析應該係佢外家啲人唆擺嘅。年底嘅辛丑月，辛金再次啟動，個妻子又一次提起訴訟。呢件事實在就令丈夫十分嘅苦惱。第二年壬戌年癸卯月，卯酉相沖，酉金暫時被牽制，呢個氣勢有所減弱。丈夫得到呢個喘息嘅機會，同時卯木又化解咗官殺嘅力量。個官司向利好老公嘅方向發展。個老婆嘅分析就唔再多講啊，如果唔係就顯得我囉嗦啊。丙午月，辛金酉金都被終止，個官司終於告一段落。個妻子變得對佢老公服服帖帖，可能佢都攰啦，可能係俾佢老公長時間嘅忍讓感動，就係咁多啦。多謝大家，記得關注啊！記得關注再走哦。